每日隨機鎖匙盤啊！今日睇大家最中意嘅移民盤啊！會上到嚟呢間將軍澳中心436尺嘅賣盤，一入門口嘅右手邊會係呢個浴室浴缸嘅設計，不過436尺缺點呢就係廁所冇窗。咁但係睇一個客廳，好寬敞得嚟呢，地板仲要換咗地磚。呢間仲要係一間移民盤啊！我哋睇埋啲房間先，係一個飛機式嘅設計啦，咁所以走廊嘅部分呢係會比較少嘅。咁客廳位置，我哋望一望個景觀，呢個單位坐向東南，其實咧尚算開揚。呢邊望到嘅停車場咧，未來都係一個公園嘅位置。咁而下面咧就係自己會所嘅球場同埋平台部分，望落咧，我覺得都幾舒適㗎。然後咧就嚟到廚房嘅位置啦。呢個廚房屬於一個3B工作，咁無論係星盤位、切菜位定係雙明火爐頭咧，我覺得都十分之實用。最後第二間客房啦。咁呢邊咧景觀相對會係比較突出去最開揚嘅一間嚟嘅，唔知你覺得呢個單位實唔實用？想唔想睇下呢間移民盤呢？快啲揾我啦！